原本有個心願，我嘅告別發言咧，能夠喺議事廳進行。咁而家我只能夠喺一個咪兜裏邊表達一啲我對呢幾年嘅一啲嘅體會，或者有啲説話同市民分享下。各位市民，1991年我有幸成為首屆立法局議員，2021年我再返嚟立法會，30幾年嚟，我見證香港嘅民主。民主唔係一個口號，係進步嘅基石，係集體嘅智慧，係一代傳一代嘅承擔。我哋曾經成功過，讓民主踏前一步，我哋亦都面對過阻滯，結果原地踏步。呢啲年嚟，我哋體會到喺爭取民主過程中，同存異係方法，懂妥協係技術，求共識係王道。司徒華先生講過，民主嘅道路係曲折、崎嶇、艱苦、漫長。我想加多句，漫長，因為佢係值得嘅。我哋走向民主政制發展係當行嘅路，基本法寫明最終雙普選，呢一個係承諾，亦都係方向。有人擔心民主會拖慢經濟，但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指出，民主社會更具包容性，能夠實現更公平、更持久嘅經濟成長。因此，我認為經濟發展同民主發展並唔係倒立，係相輔相成。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，行政立法為爭拗而爭拗，社會停擺。今日理性互動返嚟，呢個係好事嚟嘅。但係請大家記得，無縫配合之外，仲要有議會監察；效率之外，仲有問責。權力再聰明都有盲點，反對聲音往往係施政嘅老師。如果個議會裏邊只有掌聲，我哋就會重演國王的新衣，睇唔到真相，國王只會自我感覺良好。各位市民，年底係立法會選舉，今日有人唔願意投票，覺得投票冇用，但係大家希望明白，手上嘅一票得來不易，係多年嚟唔少朋友努力爭取得來。投票係我哋對社會嘅承擔，請不要把失望交給冷漠。我今日好傷心，因為我嘅告別發言不能在議事廳裏邊舉行，並莊嚴地記錄下來，無奈喺度我留給政府一句説話：人心所想，施政之途。呢句説話係希望政府嘅施政係配合市民所想，唔係你官員自我覺得良好就係一個施政嘅方向。今日我要同議會說再見，但係我唔同理想告別。我係立法會議員第7屆狄志遠，多謝大家。OK， 嘢好啦嘛，好啦，我冇嘢答大家問題，唔該晒。好，大家有冇 OK 嗰邊？
大 K O 唔 OK？大 K OK 啦，好。首先我講一句見到咁多老友記喺度呢，多謝大家4年嚟對我哋嘅關心啦，或者係支持。我哋要盡力呢係回答各位記者朋友問題。咁但係呢，有時呢，我都要考慮好多因素呢，就所謂講啲唔講啲咁樣啦。希望大家明白。頭先嘅記者問題呢，我唔揣測下屆立法會嘅情勢係點樣，因為我都唔知有邊啲候選人呢嚟參選，但係我自己深深感受，作為議會係要代表市民聲音。香港係一個多元化嘅社會，議會裏邊係必須有多元聲音。多元聲音當中必然有對政府唔同嘅意見，甚至係批評。咁我希望未來嘅議會同樣可發揮監察政府嘅重要角色，呢個係憲制嘅責任。同樣政府都有個政治空間，要聽不同聲音，包括係反對聲音。反對聲音係幫我哋政府施政，因為呢個係民意。咁呢個係我自己嘅主觀願望，但係我唔知道下一屆議會嘅組成係點樣。但係我喺度今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嘅話，我亦都盼望下一屆議會能夠達到多元聲音，政府能夠聽不同嘅聲音，以民意作為依歸，作為頭先講市民所想嘅就係我哋政府施政嘅方向。呢啲建制派或者中間派咧，即係喺今屆立法會佢哋我諗去到今日嚟講，我哋都唔講什麼派別唔派別㗎啦，因為我哋知道呢喺議會裏邊呢有議員啊或者政黨都有唔同嘅作風。我哋新思維都係一直走理性同埋係好嘅，我哋支持。唔好嘅，我哋提出反對聲音，呢一種實事求是嘅一個態度。我希望將來無論邊個派別都好啦，就算所謂建制派或者人哋叫你係保皇黨都好咧，都希望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，係為市民反對，即係有反對聲音嘅空間咧，係表達大家意見。我哋唔想我哋嘅議會裏邊咧，只係得掌聲。正如頭先有講，我哋唔講真説話，樣樣都好。我哋嘅國王就會自我感覺良好，其實佢件新衣係好肉酸嘅。你話冇諗到黨內下一屆會邊一位出嚟參選？而家我哋努力當中咧，有具體嘅消息會話俾大家聽。擔唔擔心香港嘅民主建設唔再係立法會嘅議題之一？我唔擔心嘅。民主發展係必然嘅事嚟㗎，因為基本法係説明咧。將來係雙普選，而家係時間同埋部署問題。民主亦都係香港嘅市民嘅心聲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社會呢，佢應該有我哋嘅自由、開放、民主、法治嘅空間，先能夠站得住作為一個國際城市。特首或者係政府應該係諗辦法製造有利條件呢，將雙普選呢個憲制嘅定明嘅一個發展呢，能夠落實出嚟。咁我覺得我有希望嘅。當然呢個係要各番努力啦。頭先我都分享過，如果係要政制行前一步，我哋要有求同存異，我哋識得揾共識，咁先至行前一步。30年嚟就係有共識就向前行，大家執着各持己見，就會原地踏步，停滯不前。對於過去你事先好嗎？你作為中間派冇得再次即係繼續參選啦，咁你覺得對於民主嘅發展係點？我個人參選係我自己決定啦，或者黨喺策略上嘅考慮嘅。同民主發展，我覺得係冇一個即係扣着一個關係。
坦白講，我哋都思考緊嗱，我哋希望我哋嚟緊有機會參與選舉啦，甚至可以贏到議席啦，將我哋呢個政治理念同埋作風喺立法會裏邊發揮啦。咁呢樣我哋就努力緊呢個過程啦。就算不幸，我哋喺議會裏邊冇議席咧，我哋都諗緊咧係點樣喺民間咧係繼續係爭取民主，同埋係表達一啲基層市民嘅需要。正如頭先我都有講，今日係議會，我哋説再見。但係我理想咧，仲未告別。啊，好唔好啊？即係佢，喂兄弟。對於過去4年俾人話係自成非建制，咁而家提翻有咩感受咧？其實呢啲個頭先我都講啦，政治嘅標籤就係各人有各人説法咯。我哋呢個作風開始嗰陣時候都有困難嘅，因為我哋入議會嗰陣時咧，成個社會仍然係咧係兩極化嘅。你一係支持政府，一係反對政府。咁呢個兩極化呢，我哋作為一個理性正如大家講嘅中間路線呢，係比較困難嘅。但係我都自己有少少因為呢4年嚟呢，我哋睇到市民呢明白我哋嘅作風，甚至我哋喺街上又好，係有啲嘅場合都好呢，大家都鼓勵我哋，希望繼續我哋呢種嘅聲音。佢同我講啦嚇，佢話呢種聲音咧喺議會比較少，希望我哋堅持。咁由一啲對我哋嘅形象模糊，甚至俾我哋好大嘅批評，到後來有多咗少少鼓勵同埋支持聲音呢，我覺得我哋係加咗分嘅。咁所以大家點稱呼我哋嘅標籤都好呢，我哋覺得呢4年呢，我哋班團隊、我哋嘅黨友，我哋有我哋嘅滿足感。當然我哋唔會話喺個地方呢就係停結嘅。即係正如我嗰個工作報告，喂，一陣幫我簽翻個名，大家。時結不時終，無論如何都好呢，而家唔係一個終結嘅時候。我哋都同時有個設計好有趣嘅，唔知睇唔睇到呢個咩字呢？呢個唔知咩字啊？係未完啊！呢個字係未完嘅，即係話我哋有冇議會嘅參與都好呢，我哋新思維作為一個政黨參與社會事務呢，係未完嘅嚇。姊妹。如果我哋有機會參與，正如我今日講，大部分我都係講緊民主嘅訴求，必然係我哋嘅訴求同埋我哋嘅政綱。咁如果市民認為我呢個政綱唔討好或者唔值得支持，咁我哋尊重市民嘅決定。但係喺我哋嘅政治理想嚟講呢，民主發展係我哋其中一個重要可以希望發揮嘅一部分。頭先我都答咗類似嘅問題啦。我哋係努力當中，有進一步結果呢，我哋會再盡快通知大家。但係如果我作為黨主席，我心目中啫，直選係理想。好啦，差唔多啦嘛。我哋努力當中，有進一步結果，我哋盡快通知大家。我哋係好努力咁做緊嘅嘢。好啦，唔該曬大家，thank you。